伫青少年的时期，心理甲身体拢会有正大的变化。医师表示讲，若是青少年有出现情绪的问题，亲像讲无爱上课，做一寡奇奇怪怪的行为，会当先带因去互医生评估看卖的。囡仔长成的过程当中，生理甲心理拢会出现变化。若发现出来的囡仔定定话无爱上课，袂甲朋友相处，千万唔通怪罪。就拒绝他不要我送他，也不要上学了，他就在家里就一直睡觉。到晚上的时候呢，他有的时候就去从前山绕到后山，有的时候就坐在公车的站牌。台北荣总精神科表示，全台湾的青少年当中有30%捌伫第一摆出现自杀想法的时阵，主动找医生治疗。不过最后，敢若一成有食药控制，主要是因为精神问题的判断真需要时间观察。甲囡仔互动上济的家长、老师甲家庭医师是关键角色。生物、心理跟社会这3个角度的层面来解释精神医学，所有精神医学疾病的成因。核心原因还是大脑功能的不稳定。对，那大脑功能不稳定这件事情也不一定是一天造成的，它可能跟很长期的累积有关系。医师建议，厝内咧读高中至大学的囡仔，若逃学，见摆上课就发巴肚痛、头痛，甚至出现暴力的行为，家长爱量早带去看医生，才袂延误治疗。记者麦尚英、曾顺由台北报道。